今年底特律活塞崛起嘅 MVP 黑馬 Cade Cunningham 最近都傳出咗傷病嘅消息。根據報道，Cade Cunningham 喺3月18號客場對華盛頓巫師嘅首節比賽，因為一次嘅搶地板球嘅肢體對抗之後，感到身體不適而提前退場。最初球隊初步判斷為背部痙攣，但經過進一步嘅醫療檢查之後，確認咗係左肺輕度氣胸，亦即係肺部部分塌陷。呢個診斷都屬於急性傷病。雖然症狀輕微，而且無需手術介入，但係恢復過程需要嚴格休息同埋觀察，預計至少缺陣2星期，之後先至會進行復查，以評估肺部嘅健康情況。對一位正處於生涯巔峰嘅年輕球星嚟講，呢次嘅意外無疑都帶嚟咗唔少嘅挑戰。對活塞嚟講，亦直接影響咗球隊近期戰績同埋季後賽嘅準備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壯子打籃球。今日我哋就嚟睇下 Cade Cunningham 嘅傷病以及後續嘅影響。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就嚟睇下。氣胸呢種傷病大概係指空氣進入胸腔同肺部之間嘅間隙，導致肺部組織冇辦法完全擴張，進而引發胸痛、呼吸急促等嘅症狀。喺高強度對抗嘅籃球運動入邊，呢類傷病雖然唔算極為罕見，但確實間中都有發生。尤其當球員喺地板爭波或者係激烈碰撞嘅時候，胸部受壓都可能會引發氣胸。而 Cade Cunningham 今次嘅傷勢都被描述為輕度，醫療團隊採取保守治療嘅方案，以靜養為主，讓胸腔內氣體自然吸收，同時密切監測肺部恢復嘅進度，避免任何嘅劇烈運動，以防二次損傷。NBA 歷史上都不乏類似嘅案例，例如 CJ McCollum 曾經2度遭遇氣胸，一次喺2021年缺陣大概6星期，18場比賽；另一次喺2023年就係休息到唔夠1個月就順利復出。其他就好似09年嘅謝拉特華萊士同2015年嘅 Terrence Jones 都喺類似嘅傷病之後成功翻返嘅比賽。呢啲嘅先例都顯示，氣胸嘅恢復情況都有彈性，從2星期到個半月都不等，主要取決於嚴重程度同個人體質。而輕度病例通常透過保守方式處理，長期後遺症嘅風險都係相對較低。回顧 Cade Cunningham 今季嘅表現，佢已經出戰咗61場常規賽，場均貢獻24.5分、5.6個籃板、9.9個助攻以及1.5個偷波，3項命中率分別係46.1%、34.6% 同 81.4%。佢嘅助攻數據高居於聯盟第2，成為咗活塞進攻體系嘅絕對核心，同時帶領球隊取得大概49勝19負嘅戰績，高居東岸第1。呢支原本喺上賽季仲處於重建階段嘅球隊，今季就展現出驚人嘅蛻變。Cade Cunningham 嘅持球組織能力、大局觀同埋關鍵時刻嘅得分能力，係活塞從聯盟墊底躍升到去東岸龍頭嘅關鍵。佢唔單止入選咗全明星正選，更穩居 NBA 官方 MVP 排行榜前5位。外界普遍都認為，若果冇傷病干擾，佢極有可能係生涯首次就入選最佳陣容一陣。但係聯盟嘅評選規則要求球員至少要出戰65場先至能夠具備 MVP、最佳陣容等榮譽嘅參選資格。目前 Cade Cunningham 都仲係差4場比賽，而活塞常規賽剩餘次數有限，加上傷病恢復需時，呢個門檻都好可能冇辦法跨越，亦成為咗今次傷病對佢個人最直接嘅遺憾。從球隊層面嚟睇，Cade Cunningham 嘅缺陣都直接暴露咗活塞對佢嘅依賴程度。數據都顯示佢喺場上面嘅時候，活塞每8回合淨勝分可以達到10.9分，進攻效率維持喺聯盟頂級水平。一旦佢落場，呢啲數據就明顯下滑到2.7分左右。進攻組織同埋終結能力都出現咗明顯嘅真空。活塞教練組目前都面臨調整戰術嘅壓力，需依靠 Jalen Duren 喺內線嘅籃板保護、Jaden Ivey 嘅持球攻擊以及其他角色球員嘅補位，嚟維持球隊攻防平衡。儘管活塞防守體系相對穩固，即使缺少咗核心，亦能夠保持一定嘅水平。但係季後賽階段嘅高強度對抗中，缺乏穩定持球大核嘅影響都將會更為顯著。目前活塞領先東岸第2嘅波士頓綠軍大概3.5至4個勝場，正如賽程嘅難度都相對有利，但連續缺陣可能都會導致排名滑落，進而影響季後賽嘅主場優勢。咁樣對於一支年輕球隊嚟講，都係考驗團隊韌性嘅時刻。同時，引
亦提醒外界活塞嘅崛起需要依賴 Cade Cunningham 嘅領導，但係全隊深度同防守紀律同樣都係支撐戰績嘅重要基礎。醫療專家都指出，輕度氣胸嘅恢復重點都係在於肺部完全恢復之前，避免任何高強度嘅運動。球員需要逐步從靜養轉向輕度有氧訓練，再到籃球特定動作恢復。活塞醫療團隊都明確表示唔會為咗常規賽戰績冒險，讓 Cade Cunningham倉促復出，一切都以肺部健康為優先。外界對佢趕上季後賽都持相當樂觀嘅態度，因為氣胸唔似嘅撕裂或者係骨折咁樣需要手術重建，好多球員喺2至4個星期之後就能夠逐步回歸，而且復出初期都可能會透過限制出場時間嚟保護。參考 CJ 麥哥林嘅經驗，即使首次氣胸缺陣較長，復出之後狀態仍然能夠維持，甚至喺後續賽季繼續貢獻高水準嘅表現，咁樣都讓活塞球迷睇到希望。雖然季後賽尾聲可能會面臨挑戰，但如果 Cade Cunningham能夠喺季後賽首輪之前歸隊，以佢嘅年輕體質同先前巔峰嘅狀態，球隊仍然有機會喺東岸競爭中保持競爭力。今次傷病都引發咗對 NBA 嘅獎項規則嘅討論。65場比賽門檻嘅初衷，為咗減少球星輪休，確保球迷睇到明星球員出賽。但係好似氣胸呢種意外傷病，係咪應該有一定嘅彈性處理呢？都成為咗部分球迷關注嘅焦點。而 Cade Cunningham今季嘅數據同埋戰績支撐，本來就係 MVP 同埋最佳陣容嘅有力競爭者，如今就可能因為不可控嘅因素而無緣。對一位24歲正處於上升期嘅球員嚟講，確實係生涯中嘅一次挫折。不過從客觀嘅角度睇，規則都適用於所有球員。活塞管理層同 Cade Cunningham本人都強調健康優先，而唔係強求要令到數據達標。相比之下，如果佢最終缺席獎項評選，東岸嘅其他球星就好似 Jaylen Brown 場均28.5分、7個籃板、5.2個助攻嘅表現，配上綠軍穩居東岸前列嘅戰績，都可能成為最佳陣容一陣嘅熱門替補人選，都反映出今季東岸競爭嘅激烈程度。對於 Cade Cunningham本人，呢次傷病雖然會帶嚟短期嘅缺陣，但從長期嘅職業生涯嚟睇，都並非冇辦法克服嘅障礙。作為21年嘅選秀狀元，佢經歷咗新秀賽季嘅適應、2年級嘅應力性骨折同埋上季嘅連敗考驗，今季終於迎嚟爆發，證明自己能夠單核帶領球隊崛起。氣胸恢復之後都唔會影響未來嘅爆發力。好多 NBA 球員喺類似嘅傷病之後，都唔單止重返賽場，更加係透過經驗累積變得更加成熟。活塞都藉此機會讓年輕球員就好似 Ausar Thompson、Jalen Duren 等人獲得更多上場嘅磨練機會，強化團隊默契。咁樣對於球隊重建藍圖嚟講，或者都係另一種正面嘅意義。目前活塞官方都尚未公布 Cade Cunningham 具體嘅復出時間表，只係表示2星期之後復查，將會決定下一步嘅計劃。聯盟內部同球迷都普遍期待佢能夠平安康復，早日回歸貢獻。畢竟東岸季後賽如果缺少咁樣一位年輕核心，格局將會略顯唔同。從數據到戰績再到醫療層面，Cade Cunningham今季嘅傷病都係今季 NBA 嘅一大意外。活塞管理層同教練組都正積極應對，球員們就展現韌性，繼續為常規賽收官同季後賽備戰而努力。總結今次嘅傷病事件，Cade Cunningham嘅輕度氣胸雖然帶嚟短期嘅缺陣同埋榮譽嘅遺憾，但係從醫療、歷史案例仲有球隊應對嚟睇，都並非不可逆轉嘅危機。活塞目前戰績優勢仍然喺度，醫療團隊嘅處理都讓復出前景保有希望。而 Cade Cunningham今季嘅亮眼數據同埋領導表現已經為佢生涯斷定基礎。職業籃球都充滿變數，健康永遠係首要嘅考慮。Cade Cunningham喺休養之後要幾耐先至能夠回歸呢？隨住2個星期之後嘅復查結果將會揭曉。今日就喺度，唔知大家點睇呢？歡迎留言一齊討論，記得俾 like、訂閱支持，中意嘅 Super Fan 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